Hi，大家好，我係 Burton。作為一個嚟大陸之前喺香港同埋英國兩個地方都生活咗10幾年嘅人嚟講，一嚟到大陸，感覺到其中一個比較突出嘅文化差異，就係大陸好多廣告，好多時候成張海報只係會 show 代言人個樣，有陣時連個產品都冇。點解會咁㗎？之後我喺大陸 stay 耐咗，開始了解呢度嘅情況，就明白原來講到底都係社會上信用度偏低造成嘅。To use nicer words， 中國市場仲屬於信任建構期，所以好多時候一個品牌佢話自己嘅產品有幾好，不如俾錢揾個代言人做擔保，運動明星、歌唱明星、偶像明星嚟擔保，話呢個產品好啊，咁我就信啦，呢個產品一定得。喺歐洲用代言人反而會顯得廣告味好重，大家會覺得好假，反而唔中意。That's it for the week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